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0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第59届金马奖昨昏暗时举行，杨青魏秋生以《白日青春》摕到金马奖的男主角。因那张艾嘉时隔36年了后，第3届摕到金马奖的女主角，两个人拢感觉真有意义。 在电影内面最近合作的同星林落上台，北三遍提过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影星黄秋生，电影作品超过200部，一般3遍入围最佳男主角。这边总算以《白日青春》摕到金马奖影帝。因为我等了这个金马的男主角好多年，我最想告诉我妈妈，我终于得到了，可是我妈妈已经不在了。 张艾嘉浪了36年，以《灯火阑珊》第3遍得到金马影后，伊讲唔敢相信，这样是伊第10遍竞争金马影后创纪录。其实这几年我真的是很习惯坐在下面看大家得奖，所以一时之间真的不晓得说什么好。我真的是很怕电影会被小荧幕取代，我希望电影永远的存在。 因也得到14项提名的电影《智齿》，上尾也摕到最佳改编剧本、最佳视觉效果、最佳美术设计、最佳摄影4个奖。因也最佳纪录片是颁予以越南义工黄国辉之死做主题的《高情》。上尾大奖最佳剧情片是《一家子儿咕咕叫》。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有多少，可能非常的少，因为我也许是我选择这条路必定会吓跑很多人。 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知道你们都在，一定在，也许在现场，也许在电视机前面。我想说，可不可以让我们成为我们彼此的信徒，然后，我们一起走下去。自部落来到金马奖的大舞台，陈洁瑶以夏永嘉8败对手摕到最佳导演，也是金马奖史上第1位台湾原住民女性导演摕到这项奖。 最佳女配角同款是夏永嘉的《人间丁妹》，以74岁年纪8败对手摕到；最佳男配角是朱贤强，以《乌的教育》这部片摕到。金马59，每一个奖拢是对演员上大的鼓励。记者综合报道。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昨昏结束，咱国的代表张忠谋伫咧国际记者会时阵表示，伊即届来有甲超过一半的领袖交换意见，成果是真圆满。 在会议当中，各国领袖嘛拢真关心区域的和平稳定。因为伊除了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见面，在休困息的时阵，嘛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互动，甲小照面。我跟习主席是的确有互动啊，我们在昨天就是他昨天上午他到这个休息室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互相问好我恭喜了他20大的成功。那时间，习近平进行欢喜客气的活动，张忠谋19日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进行双边会谈。贺锦丽对晶片真有兴趣，也重申美国帮助台湾的决心。 那他是对于这个晶片是特别有兴趣是跟我表示是这个他非常欢迎台积电在 Arizona 是设厂，他重申了这个美国对这个台湾的这种帮助台湾的这个。 决心这次是张忠谋第6遍代表台湾参加 APEC， 这边甲超过一半的领袖交换意见，其中甲美国、日本、新加坡等3位领袖举行双边会谈，数量比过去更较多，成果真圆满。虽然这次无特别讲到台海的问题，不过大部分的领袖拢表达因对地区和平甲稳定的强烈期待，而且在2篇演讲中也完整传达蔡英文总统的信息。 因那明年伊92岁是毋是会再代表台湾出席？张忠谋是讲无回答假设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APEC 峰会结束，除了领袖代表无用咧开会以外，咱国代表
张忠谋因牵手，也就是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昨晡透早去泰国自闭症基金会参访，代表咱国政府捐30万的泰铢。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弄得比较有层次一点。详细甲囡仔画图，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为 APEC 领袖代表张忠谋到泰国曼谷参加峰会。19透早访问泰国自闭症基金会，佮代表政府捐30万泰铢。掌声庆祝这个完美的时刻。张淑芬爱画图，即摆准备送予各个领袖甲领袖夫人，也佮太行的礼物，拢有印家己的画。即摆身躯穿的衫也拢是。前一天，各个领袖代表夫人到阵参观艺术博物馆，张淑芬甲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阵，毋过两人无特别活动。张淑芬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先生任德荣共组，两人讲甲真欢喜。张淑芬也透露，有为任德荣选礼物送予贺锦丽，展现柔性外交。挑个礼物送给副总统，就男人不太会挑东西，那我就要跟他点一个淡紫色的。他说：“对，好像这个最好。”所以我想他在送他太太带这个东西。APEC 领袖峰会19结束，张忠谋这一摆已经甲李显龙按电文雄举行双边会谈，下晡佮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见面，而且公开两人到底翕相会面。张忠谋20早起就会转来结束这一座 APEC 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APEC 领袖会议结束，发表宣言，呼吁各开放贸易。强调要拼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嘛批评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地区通货膨胀恶化，也有供应链的问题等等。因美国明年会做轮值的主席国。另外，澳洲总理嘛飞回讲，对台湾加入 CPTPP 的立场始终无改变。咱来看自由时报，代替10年买车的4大计划，经过4年的招标，已经伫咧下半年发表，是由台湾车辆公司标着，按算伫2025年会开始交车。2016年宣布完成交货，到时旧车换新，代替的车拢会是15年来的车，每100万公里各种的数量都会降到2件以下。再来，咱来看联合报，嘉宾 T1 联名桃园分牌前 NBA 球星霍华德，昨晡伫主场的开幕战，虽然是捌输对方25分，不过霍华德步数真顶，最后是以38分、25个篮板，也有9个助攻。带领分霸队伫咧延长赛以120分比115分拍赢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真侪球迷是拢足期待的。伫咧昨晡下晡4点半的比赛，中昼都有人来排队啊。因那相款的商品嘛是真有销。球迷讲希望未来也有其他的大咖的球星会当来台湾。甲桃园分霸合作的客运车队12点外到伫基捷国体站台边，4人一车，免费直上球场。C 区啊，C 区没有坐的，想说自由坐，找比较舒服的地方坐。这种市区100块，早1点到会当坐较好1点来位。卖票口也排真长，排头一位的蔡先生排4点钟，买3张单价5212块，拿抢后边的位。我是觉得值得啦，因为球赛能够再近距离看的张力是比较大，远远看可能感受没有那么深这样。有票才会当入场，新先生甲同事10多人只抢到2张，所以这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抢限量商品，结果一买就是3万块。帮很多朋友买，我们主要是买浴巾，因为只有浴巾上面有他就12号本人的头像。用比较便宜的价钱来看 NBA 球星，我觉得是很划算的。他本人很粗，然后很高。几位球迷拢讲，进前较定看另外一个职业联名普斯利克，头一摆进场看 T1 比赛，当然都是因为霍华德。太便宜了，太便宜了 ！NBA 这个球星的话，那3000块，然后多找几个 NBA 的，那我都 OK。无要伊分霸明年3、4月的主场票价翻倍，球迷讲也是会买，搁爱看到搁较侪大咖球星来台，加一寡比赛进场支持。曹文拿球在外围，郑文典来守他，这边过掉了，踩进来，用左手上了得分。随着开幕战展开，霍华德也像预期，和新北中信特工严加防守。不过超大火锅甲来台头一场的比赛得分的时阵，和球迷拢真痛乐。那线顶上侪17万人同齐咧看，也写落台湾拿单的新纪录。
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鸟禽团团，真正出现养禽的症状，检查出脑的病变。虽然是一直有在做治疗，不过要是医袂好。落尾团团是伫咧昨昏下晡1:48分，伫咧麻醉当中病逝。真侪民众是拢感觉真唔甘，也那动物园表示，可能会甲团团的皮衫甲骨头留落来，造成标本。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让团团顺利的继续沉睡。下午1:48分的时候，观测到团团已经停止心跳。用唔甘的心情，台北市立动物园开记者会，宣布大鸟禽团团伫19下晡过身。他的发作的频率变得比较高之外，用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生理的数值再加上也没有办法借由他自己在采食上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营养的状况下，所以我们才会选择放手。这消息一出来，后边少人惊一条，也感觉真可惜甲唔甘。听到他说好转而已，但今天又突然说怎么突然过世了这样子，对，所以有点吓到。本来都看到2只啊，突然少了1只啊，会想他。团团伫2004年伫四川出世，2005年迄时阵的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宣布送台湾大鸟禽，一直到2008年海基海协会签署协定，才真正得到团团圆圆的出世证明。搁伫同年12月来台湾，坐船机来台湾团团圆圆，伫市立动物园正做超级名车，因的关键期也互大鸟禽馆常常客满。两只鸟禽伫2013年甲2019年用人工促进受孕方式查某囝婴仔甲验保，不过来台14年了后，拄啊伫个9月度过18岁生日的团团，身体煞出现问题，经过检查有脑部病变、后骹无力这情形。11月初，中国2名专家来台湾探视，因为9月10月期间无出现阳形，佮互人救视状况等好，不过11月中病况佮发生，到19透早第3摆出现阳形，经过 CT 断层扫描甲相关检查，研判病情无可能好转。就决议互团团伫麻醉当中困去，下晡1:48分，心跳停止。针对团团这个有历史印记的重要性的个体，我们会尽可能去保留它全部的皮毛还有骨骼。团团过身了后，动物园会便利解剖，佮尽量保存伊的皮甲骨头，看是毋是用正做生态入基标本。同时也做活体细胞保存，希望能成功。佮规划纪念活动，希望陪伴台湾度过14年的动物名车，用伫大家祝福之下一路好行。记者综合报道。接下咱来关心选举的消息。后礼拜六就要投票啊！民进党这礼拜嘛是全台湾行透透地拜票。昨昏主要是锁定中部地区，这副总统拢有去现场，替共党的台中、彰化、南投，还有苗栗的县市长候选人来助选。伊嘛批评对手拢无相关的建设，应该爱换人做啊。黄小芳动选，黄小芳动选。手牵手发动选总统蔡文选前黄金周为民进党彰化县长候选人黄秀芳徛台，伊也乡亲最后7天集中选票，超过2020年总统大选彰化县57.17%得票率，互世界看到台湾人守护自由民主的决心。了后，伊个火力全开批评现任县府团队无建设，竟落咧任期底也提倡对礼拜，若无想要做代志，就互民进党来做。咱即摆县政府态度无支持，实在是真可惜。伊替咱的中华服务27年，伊上了解讲咱乡亲的需要，伊嘛上了解咱中华的需要。徐定珍贡献，徐定珍贡献。副总统大清烈是到表列支持民进党县长候选人徐定珍，伊批评现任县长徐耀昌支持掌握沙洲的乌道候选人，愧对苗栗选民，不止无守护那天，阁将乌云带入去苗栗。大清烈呼吁选民，这场选举毋是拉着之争，是非乌白之争。因组织乌道一组县府的只有能力操守，拢值得肯定的徐定珍。这一场选举是善良对抗黑道势力。不是蓝绿对抗的啦，更何况这个黑道的候选人是被国民党淘汰掉的。
发出决战中台湾19总统、副总统甲行政长全部伫中部，蔡英文甲赖清德分别伫中华甲苗栗府选，了后过去南投为县长候选人蔡培慧助选。暗时6点半是3人伫台中参加中将投票4县市联合造势晚会，选前紧张，力赢前全党之力固守中台湾，争取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咱来看国民党这边，伊嘛是输人毋输阵，伫拼选战。昨昏伫咧桃园办联合暗会，由党主席朱立伦带领台北、新北、桃园、基隆、新德县市，也佮有苗栗7个县市长的候选人来造势，要打造团结的气氛。另外，哪样宣传支持18岁公民权，即嘛所有风声讲，党内有人主张讲卖去领公投票，这是引起大家批评。侯友宜强调讲，伊是绝对支持18岁公民权。市长请投2号侯友宜1票，市议员请投5号黄兴华1票，拜托大家。比出世卫生人带着水票，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19行程满满，先落南替中华县长王惠美下台，下昼登去新北担任家务，替市议员候选人争取见光。针对条约拼18岁公民权过关，传出哪样内幕有人主张无领18岁公民权票，洪培平拍假叫侯友宜赶紧拍回。我对18岁公民权，我第一个时间就非常的支持。更重要的，我还特别派出我们的选举办公室的政治实习生在街头宣讲，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趋势。83前1礼拜，国民党各候选人积极投资着前哨街，要找家务拼场。基隆县前调到前总统马英九陪同赵国良到街拜票，受团小民众欢迎，两个人也握手代表胜选的胜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前往云林为张丽善扫街拜票，俄罗张丽善是优秀的妈妈县长，反陪民进党是民主奥博党，刷落来要一路向北参加选前的重头戏800几头联合造势暗会。我想张丽善在过去这4年的表现，真的是第1名最好的县长，真的是一位最好的妈妈县长，把云林20个乡镇市照顾得无微不至。这样这么好的县长，一定要让他高票连任。我信心100倍的而且胜券在握我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选那希望呢所有的全国的这个选举风气都能够净化，也能够提升。台北基隆桃园河国民党扩作决战选区，为了巩固北台湾选情，国民党暗时伫桃园举办的北部7县市团结之夜，包括周万安、侯友宜、赵国良、桃园市张先生、新德市林敬前、新德县杨文科、苗栗县石福宏7位候选人全拢到，营造团结胜选气势，推出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新德的选战，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昏替新德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助选。国民党林敬仁嘛甲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佮有党主席朱立伦做伙拜票。也那民进党新会红是举办香山大团结造势活动，因要甲支持者的心起好调。前景选假下手挨杀子，新兼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台卢南新店合体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扫街拜票，批评着高虹安最近的政绩是不是可能为伊所发全党？郭文泰表态力挺。新竹是我的故乡，我要给我们故乡最好的市长。在新竹对高虹的攻击，甚至我都觉得这是动用国家的机器，这太过分了。到一个程度，我觉得还是会激起人民的反感。主席回到故乡后，来跟我们一起站在一起，并肩作战，相信一定很多的新竹乡亲看到，也是会表达很多的支持。报选前黄金周末，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敬仁也合体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党主席朱立伦，用尽国民党团结一心来破除非法拿军的风声。针对林敬仁最近民共市政讲亲到8大备案，甚至更较济，新会黄批评无证件无乌就是选举奥步。2位重量级国民党人士和我站在一起，就是象征国民党团结一心，也代表过去以来，无论是蓝白合或是弃保，都是谣言，是呼号我们蓝军的伎俩，不会得逞。我想一到选举，很多事情都走中。如果真的有证据，请拿出来，也欢迎提告。
这种没有证据的抹黑，不过就是选举的奥博。新协风19举办龙山大团结造势，凝聚选民支持。下礼拜政协会会以民进党执政8年有感政绩为目标，选前之夜，呼召民众穿象征性质光净的黄色衫，上街路游行，象征延续幸福时政。记者综合报道。多讲到18岁公民权，国家人权委员会甲民间团体伫昨昏举办论坛，针对18岁公民权，也有儿童权利的公约安怎落实等等的问题来进行讨论，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儿童权利公约 CRC 的审查会议伫18号结束，也发布72点结论性意见。回顾2017年的 CRC 审查，计共留下98条结论性意见。民间团体认为，到早也有一寡问题无改善，亲像儿童安置机制等等。民间团体认为，为了落实 CRC 修法，改变社会风气，拢是重点。我们社会如果对于孩子尊重孩子的尊严权这一块都没有去思考的话，那你即便法修过来，这些东西人的本质上观念上没有改变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解决。19国家人权委员会甲民间团体举办 CRC 国际审查会后论坛，11月26就要进行18岁公民权修宪案复决，现场也针对儿少公民权甲社会参与进行讨论。他可以承担刑法、民法的一些责任的时候，为什么不是让他可以去选择他未来要过的生活？比如说居住正义、托育政策里边，你如果事实上是他没有参与进来的话，他以后有可能想要结婚生子吗？因为这托育政策也不是会是他要的。Someone say how come that actually elderly people, for example, if someone is 90, why would he or she have better perception of reality than someone who is 16? 很多学生啊，其实在参与的过程之中，他们都学习到怎么跟政治团体、跟社会进行接触，所以就是在这段倡议期间，他已经为学生跟青年参政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民间团体也对18审查会议青少年勇敢徛上台的行为感觉感动。那针对今年的72项结论性意见，民间团体认为，亲像囡仔港保护措施、儿童身心虐待事件的认定机制、自杀甲交通问题致使囡仔伤亡，还有申诉机制囡仔敢有咧使用等等，拢是要加强关心的重点。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国际消息。北韩伫18试射上飞，会当飞去甲美国本土的新型洲际弹道飞弹火星17。这个消息是引起国际关注。外界分析，北韩射这台飞弹，就是想要以核能来反制核能，来抗议美韩的军演。另外，北韩的官方媒体公布金正恩视察飞弹试射的相片，相片内底有看到因查某囝，这算是头一届伫咧媒体公开，是真受大家关注。北韩官方媒体19公布，领导人金正恩视察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的一系列相片。让外界好奇的是，金正恩喺你看的带家后李雪主甲查某囝同齐出现，头一摆伫镜头前见光的查某囝变成媒体关注的焦点。金正恩的查某囝穿白色大衣，身悬甲爸爸插一个头，白仔囝牵手视察试射场的洲际弹道飞弹，不是有讲有笑。这场金正恩头日来听查某囝讲话心情，就像一个普通的慈祥的父亲，也毋过背后踩真大的飞弹，形成威胁感，显得有淡薄无斗胆。相片内金正恩坐伫椅仔讲话，心情显得轻松，边仔查某囝甲金夫人笑咧专心听。查某囝五官看来是金正恩甲李雪主的综合体，目睭长长，甲圆形的面。听讲金正恩翁仔某有3个囡仔，经济受邀访问北韩的美国球星罗德曼2013年透露的消息，相片中的查某囝可能就是排第2的金智爱。其他相片也显示，飞弹试射成功了后，金正恩是喙笑目笑，现场陪同的军官也举双手欢呼。北韩18试射下当炸核弹头的火星17洲际弹道飞弹，后来落伫日本北海道道岛大岛西方大约200公里的经济海峡内，相关飞行高度达到6100公里，飞行距离大约1000公里。日韩情报指出，射程下当达到美国本土。北韩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引起国际关注。伫泰国举行的 APEC 会议末中段，与会领袖召开临时会议，参详应对对策。外界分析，金正恩试射火星17，伫咧展现北韩有核武能力，就此施压美国。伫北韩试射了后，美国甲南韩也随即启动空中联合军事演习，真有竞争的意思，也提悬朝鲜半岛军事对立的紧张。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